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大家有知道冇？今半日啊，韩国初半日正经係冬寒咯。故說啊，大家讀到也天時寒落落，記得愛多做計量散步，冇將阿群妹叫我有一絲絲的寒到吼。唔過啊，就係同大家講，也寒落落的天時啊，請食下什麼嘅食糖。故說上禮拜係呢個冬節，阿群妹沒有同大家來分享冬節愛來食拜年啊。這那不卡，阿群妹沒窮用來做拜年啊，做呢客家鹹嘅拜年來食。故說呢根本要愛同大家講嘛嘅咯，唔單搶哦，冬節做得來食拜年，其實啊，呢跨年要做得來食拜年咯，用嘅講咯，因為拜年就係俾大家一種團圓的感覺。故說一下就來邀請大家跨年的時節來到竹東區下來鬧拜年咯。今日來分享今日嘅來賓，歡迎俊祥分享。疫情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竹東精工所嘅秘書翁俊祥。好，分享最常來到呢節目當中哦，今日愛同大家來講嘅係竹東2016年呢，2017對不對？應該說2017年了。2016跨2017的板元節，對不對？其實要板元節當年都有啲嘅辦，對不對？係板年節後，竹東嘅客家板年節後，從2006年開始後都倆下。今年是我們的第11屆的客家板元節。哇，第11屆第11年暗長的時間呢？不過我有一張問題哦，要在扮演那一般人，除了會喺那個冬節的時節，冬至的時候來吃湯圓那食嚟扮演啊，就高嘅意思啊，大家有假嘅意思，就很高興的在冬至這一天，你來清長嘅意義來食扮演。那為什麼這次的扮演節會特別移到我們的跨年這個時候來？這是第一次移到跨年嗎？嘿，因為剛好，因為我們的客家板年節和我們的客家米食，對於我們客家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那它其實客家米食可以衍生出來的東西是非常的多。那我們今年會將我們的客家板年節和移到我們的跨年，是希望說可以將我們這個客家米食的文化可以向下扎根，然後讓我們的年輕的朋友，我們的非客族群透過不一樣的、更多元的方式來了解我們的客家文化、客家的米食文化。嗰時候對你來講，客家米食對你客家人來講，唔單槍對俊祥，對我們係客家米食對我們來講，都是有一種很濃的精神存在。嗰時候我想要問俊祥，對你來講，客家米食的精神係乜嘢？其實講客家米食其實我們是各個節日。從愛到個板年時候嘞，板年就是我們其實是大家團聚的時候，我們的結婚也會吃我們的湯圓。其實它在我們各個節慶裡面都會時常的出現。從愛到個我們的端午節，愛到為包粽呢，然後我們的過年我們是草頭板，還要把它發板點點。所以說這個客家的米食後。延伸出來的這個附加的產品，其實是客家人的生活的一個智慧。所以我們希望將我們這個客家人鮮明的這個生活的智慧其實可以推廣，然後來傳承。係啊，剛剛講到真正係客家人老頭擺嘅資訊，佢一用米做得做按到做冇咁樣辦呢，用糯米本身做得來做粽誒，但是糯種以後做得做千萬種，還有我覺得這跟可以說是客家米食的藝術。你看我們的9層板，一層，全部就凍漿，對不對？韓國亞扮演咩咁樣？扮演咩有懂到種亞扮演節咩有主題哦？它的主題名稱是什麼？主題名稱是米戀竹東，喜迎新年。做乜嘅會按到100名誒？因為其實米那個米對客家人來說很重要。那對於我們在台三線上的竹東來說，這個米也更為重要。因為其實好山好水才能產出好的米。真嘅。所以像是我們的竹東有我們的良質米啊，我們的有機米，然後才能做出這麼好吃的這個湯圓。嘿，錯冇錯，古時候呀，發通舉辦的時間係第乜嘅時節？是不是有2個場次？嘿，那個2個活動。我哋來今年嘅客家板年節後，同我哋嘅12月31號嘅下晝跳嘅3點半，然後我哋嘅係晏晡跳嘅7點，好，同我哋嘅
竹东的仁爱停车场。错，这么个会分2场，也偏同他的供应哈，客家扮演节就会3点半到5点半的时间，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团圆夜的晚会，对不对？是一个晚会的活动，也黑7点都这真的是跨年了，就是到跨年到0点30分到凌晨的12点半。鼓手各位乡亲朋友，但是你带到新竹，也还没带到新竹，也可以去新竹我们的竹东来跨年，对不对？做得去看东东表演，没做得生扮演、闹扮演，对不对？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讲啊，竹东的美食有东东。现场没有一些米食的展示，对不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应该都希望透过这个客家扮演节将我们的这个客家米食，我们的这个米食所做出来的产品，来做一个赋予它一个教育的意义。像是我们现场有法板啊，汤圆板染，我们彩条板等，动到米食做出来的产品，在现场做一个呈现，让我们的旅客，让我们的年轻朋友来到竹东可以来认识我们的客家米食文化。唔但像饮食堂讲杭州的情愫来弄扮演，错吗？对，这里有一个是写万家齐聚搓汤圆。鼓手太家系真紧做在落去去家来弄扮演，有人教吗？其實講好，在創要動到嘅，我哋嘅阿姨啊，我哋阿婆會教大家用辦來弄扮染，用辦來，其實一包的湯圓要怎麼來弄，其實它是一個智慧，它是一個技術，所以我們在現場的那個客家的婦女都非常的熱心會來教我們想參與的朋友如何來弄扮染。鼓手，我现在就要来考俊祥。既然他身为秘书，就不能不知道扮演恩用的人走。对，我要考你从头到尾的整个流程。好，应该啦应该我哋做成汤圆是将前一天的晚上，将我们糯米要先泡在水里面让我们的糯米可以变软之后，我们的白天我们再将那个磨米浆将它磨成米浆。磨成米浆之后，我们再将那个水沥干，用我们的石头，用我们先人的智慧石头将它压干之后，才会变成一个板槌。然后板槌之后，我们才将它一直揉，揉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弄成小小的汤圆。哎呦，真健胃哦，唔免乱讲的哦，係真健胃呢。不过我吃到一下，随便石头也冇用进来进到人，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糯米粉，像这种就是已经半成品的东西了，然后可能回家自己做成板车，然后再做扮演。我想问请问，俊祥汉生时节有看过富卡人，也係亲戚朋友，也係顺丰的零沙，有啲嘅真人啲嘅糯扮演，对。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全部的步骤，可以是做的吗？其实我看阿妹是从成嘅时节是要做这个走板染不管是从我们的浸泡开始到做成成品，其实我们从小在我们家里应该都阿妹是要保有这个客家妇女的这个传统。好厉害哦！黄妈妈超猛的，因为要懂麻烦。对对，这个它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其实东西自己做，吃起来也比较健康。真的，韩国米西真的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在客家中设列扮演的米西，都你可能出沙飞也都 no boy， 可能我们在外面冰店啊、豆花店点到的那个红白小汤圆，其实吃起来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韩国人同马萨生没某共用，对不对？跟富卡人带乡下，大家乡下都一直做当红来是扮演。韩国扮演它其实有很多种名字，它有扮演、现演、相演。那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相演，就是它就是惜缘的意思。那它同时也是珍惜这个缘分的感觉。对，这是扮演对你来讲的意义。那我想要问俊豪，扮演对你来讲有乜嘅意义？其实讲是扮染爱感觉是一个，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食品。神圣，
因为你要在客家人的那种结婚的那种习俗上面，你可能才吃到汤圆，你可能外国冻这个时间，你才可能吃到汤圆。然后像我们的元宵节，你才可能吃到汤圆。所以我觉得能吃到汤圆的这个时候，对于客家人来讲，非常珍惜，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个时间。我想，俊豪跟我一样，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离开家乡。那离开家乡，尤其在过冬至的时候，特别想吃什么？板然。韩哥听到会说喊妹，对不对？对。对，就像我前一步上松礼拜，这么刚刚一起赶住，就系因为台北生唔到。对不对？其实客家人生嘞，喊妹扮演真的很有特色。我们底部会听说，嘎呀凤虫跳，对，喊过哈米，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香菇啊，然后那个椰菜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通通一定要加，这样才是我们最道地的客家，最完整的。对，最完整，少一样都不对。鼓手啊，各位观众朋友，假使你想爱对呀，你客家的扮演。有较多一些的了解，韩国要想爱自家来 DIY 脑扮演，韩国又想爱来参加呀东精彩跨年晚会，欢迎大家12月31號去到竹東來參加，有隻發通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進來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福喜來要同大家來紹介係2016竹東客家扮演節咯。今天是邀請到俊祥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竹東嘅扮演節。頭前有講到呀扮演節有講到精彩嘅發通和做嘅 DIY 來弄扮演哦。唔但像按呢一擺的開幕活動，還特別搶嘅呀雙胞卵，為什麼要甄選這個雙胞胎來啊？甄选这个双胞胎啊，其实是我来呼应啊，就改11届第11届的第11届1+1，所以就是有那个双胞胎的感觉。对啊，所以我们就来征求我们的这个双胞胎后，共通后来让我哋来弄扮人。哇，唐贡要征求这个双胞卵啊，一下也就报名额满了。嘿，不到1天就报名额满。不到1天就报名额满，所以最后是选了几对双胞胎？最后我们选出5对双胞胎，后来双胞胎来跟我们共同来搓汤圆。顾社选这个双胞胎，你们是怎么选出来的？就是等于说有凭什么年龄啊，就是加分的条件，最后选出来。其实讲后也没有什么加分的条件，它就是一个我们公平用抽签的方式，演了黑暗呢。顾社啊，呼应这个11届，所以要抢的东都双胞卵5对的双胞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同大家来弄扮演，同大家来跟他聊。对，除了这些，大家在跟他搞的以外，其实这次的活动也加了一些社会关怀的部分，像是县东一送温暖。亚杂发通很用诶，一张发通。嘿，其实团圆对我们客家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诶。那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共同的来团圆，有各种的因素。那我们也希望将我们这个客家人的热情。客家人的这个好客，客家人的这个精神也来分享给我们较弱势的族群。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希望将我们自己本身还可以穿的冬天的外套，可以来捐赠出来，让我们的比较弱势的族群，在这个冬天里面，其实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温暖。做得做少少就错诶，韩国假释啊，太家上的去，这里有活动的时间。对。那活动的时间从到爱到改主动改仁爱停车场它就跳改3点半，到暗部跳改8点，8点都可以来在这个捐冬衣来换温暖那我们捐赠1件冬衣，我们就可以换我们晚上的那个。摸彩券哇！摸彩券，唐贡奖品董平富哦。等下再要同大家讲，因为还有另外一张饭通叫做暖心汤圆。暖心汤圆又很用诶，一张饭通。
暖心汤圆吼，我们想将那条爱分享那条个客家扮演，好，不那条个斗冲个那条个旅客，不管是客籍族群或是非客族群，都可以来吃一碗我们的这个客家最地道、最道地的一个汤圆。对，咸的汤圆。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将我们11月份、12月份的这个统一发票，来捐赠1张出来，就可以换一碗我们的暖心汤圆。那其实，在吃汤圆的同时，也可以来做公益。哦，真嘅，古时候大家记得，假使讲唔爱去啊，做东客家扮演节啦，记得无诶寒天呢，他无做的啊，或者是太胖了穿不下的冬天的外套，记得乡下带去做东，还有那个你11月到12月的统一发票，其实咩都得来带过去，乡下来参加亚白烟发通，让这个活动更温暖，也可以温暖别人，对不对？韩国轻松也加哈讲，是可以得到抽奖券的，所以是有除奖的发通。系，我哋介按部挑吼，7点开始，到我哋介12点半，好，我哋有我哋介摸彩介发通，好，我哋介奖品也系非常的丰富。哇，可以先把大奖讲出来给大家闻香一下吗？走对啦，像是我们的甜食啊，好，我哋介冰箱，好。还有我哋嘅 iPhone 嘅手机 ，iPhone 7嘅手机，还有我哋嘅奥多拜，好，我哋嘅汽车，我哋嘅斯朗汽车，我要去，我要去。糖豆公有按到的奖品感就会上来去，韩国等冲优除了那个刚刚说县东一送温暖是可以拿到摸彩券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拿到摸彩券吗？然走的后到我哋嘅市集，我哋嘅摊贩后，我来消费，后跟我们的这个店家后来换取我们的摸彩券，然希望后到两只发通。当中吼，也可以来刺激我们客庄的经济，好让我们这个客家的产业吼，也可以来慢慢的、渐渐的来发展。故说笋后面有很多的摊位，因为这里有写可以一起逛市集，那而且这个市集的时间是写3点半到11点半，所以它是到凌晨跨完年之后都还可以逛。对，它就是一个时间非常久的市集。对，那我们这一次市集的名称是一起逛市集，那其实也是呼应我们。2016要到2017了嘛，所以17逛市集，17逛市集，唐贡亚的市集的摊贩，还不是随便来都可以哦，还要经过挑选，那个随便的什么只有卖热狗、卖鸟蛋的不能来哦，还有特别挑选哦。2百改我们的摊贩后，其实我们有挑选过，那也希望后就是以在地的为主，我们的挑上个挑价后，让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客庄的经济可以发展嘛。那像是我们的文创商品，好，我们的客家的产业，对，好，或者我们的一些手工艺等等的，都会在这个市集里面做一个呈现跟贩售。真嘅，古时候有懂到东西好旺哦，大家听说唔记得，也2016主动客家扮演节听说去，韩国更多要扮演啊，其实讲到扮演，你客家咩有懂到的歌数会唱同你客家的成法相关的歌诶，也扮演咩？强用没有艺术家的歌的，我都扮演过，所以扮演我用来唱歌的，先来看一段样片。飘飘风从飘，飘飘飘叔叔从发猪肉香菇下人，飘落去呀飘落去。我扮演飘到滚水肚，芹菜香菜韭菜野菜。飘落去呀，飘落去，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清河水有没有？啊，佢们嘅汤一边都歪嘅呀，按键打那狗 Q 韩国周代老这么多食材，你看扮演啊、下眼啊、香菇啊、凤虫头，你看它前面多可爱，啪啪凤虫头。啪啪啪叔叔，他是不是真的是很朗朗上口、很好记的歌曲啊？动可爱的一首歌曲。对，所以我前面还一直讲 Annie 公众语言后叫我唱这首歌，根本是为难我。我们公改压喊还冲，因为我真的觉得好耳熟能详哦，好好学。而且其实陈伟如跟陈玉熙就是青鸟合唱团，他们是六兄弟，他们也是做东演，对不对？做东演，对，做东演，而且很年轻，跟阿 Q 梦应该同年。对，80年次的，非常年轻、非常厉害的一个创作新男偶像团体，对不对？故事也得会做东影下来这个板垣歌，而且也要扮演过韩冰都这一次板垣节的粉丝专业，听说回响很大。其实青鸟合唱团就是有将这一次的应该就改板垣歌，后来做成交唱版的，那就是放在我们竹东镇公所的粉丝专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上公所的粉丝专业来学习如何来唱这首板垣歌，然后其实也可以间接也可以来学我们的客语，将我们的客语主流化。对，那它好学的程度呢？该怎么说？刚刚俊祥跟我举一个例子，说其实它简单到连家庭主妇都会冲。对，有吗？你有听到就是有人网友回响吗？网友回响，还有应该就改主动改，应该就改阿婆啊、阿姨啊，讲后，其实他们唱的这一首《板然够》后，到市场里面唱一遍，所以我们煮这个汤圆的这个料理的那个食材都买完了，不会漏任何一项。因为暗厚厚的狗 Q 有没有？你要我们用背的，有时候记不起来，然后有时候就想说要写那个购买清单，有点麻烦。都麻烦。对啊，讲求就老狗诶，记起来、背起来，行都给路后冲一边。好，这一摊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唱一遍，全部都买齐了。唱完就买齐。对不对？所以这其实是很可爱，韩国妹做的懂代表 Annie 客家扮演的狗 Q。对，然后刚刚讲到这个青鸟合唱团，他们这次也会来到现场唱歌吗？这一次也会来到现场唱歌。那其实两百改应该就改板然够嘿，我们这一次改客家板演节改一个主题曲。那其实这首歌也是直接的连接我们这个客家人的这个情感和在地的这个家乡的味道，所以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客家板演节里面分享给大家。对，韩国唐贡哦，一条歌曲都开幕的时候会有新的样貌跟大家来见面。嘿，应该就改伟如非常的有诚意，对，希望来改编这个歌曲，用不同的这种曲风，呈现给来参加活动的这个旅客们。哇，古早 Annie 糖豆的扮演歌是俏皮风哦。那上来伟如今日为本大家用的新的扮演歌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哦。做到福喜来的节目现场，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节目伫度同大家来小结是2016竹东客家扮演节，我来同大家讲下老扮演，韩国讲下跨年哦。其实啦，要在跨年的发通同其他按岛所在跨年的发通有乜嘅冇讲的呢？它是一个客家 style 的跨年发通，客家 style 的跨年趴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唱到我们这个竹东山歌王黑马啥来冲歌诶，系应该就改彭盛成彭盛成系今年应该就改竹东山歌题唔是你改一个山歌王，对，别人说没有在竹东比过山歌的没有得过冠军的不能称作为山歌王。什么？所以一定要在竹东当过山歌王的人才可以自称为山歌王啊！这一位山歌王是今年的。
对，山歌热腾腾的山歌王，热腾腾、小碌碌哎。不过呢，明年也即将有这个客家山歌比赛，对不对？鼓手想要取代山歌王，想要成为山歌王的各位朋友，现在听说已经可以开始报名啦。对，现在就是如火如荼的哈，来分让大家哈，记得来关注我们的活动后，来记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山歌比赛。对，做东当年都有压山歌的比赛，今年也不例外，也是在这个正月20，就是我们的全国客家日天传日的时节，大家聊天传的时节，就只有得去做东了，听山歌啦。那如果你有幸成为山歌王的话，你就会成为明年的跨年活动的表演者。没错，对不对？所以今年的跨年活动，客家 style 的跨年趴，我们有这个山歌王做东的山歌王，为了冲山歌本太嘎堂，还有什么表演？就是我们的山歌王后为我们这个跨年晚会拉开序幕。那其实应该就绕墙的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线上的明星之外，应该就为了绕墙的应该就改草根音乐季哈，应该就其实近几年我们就是有一个人才资料库的一个建制，草根音乐季，希望大家哈主动改后上音，信就改后上音哈，走的我们一般人都说嘛，就是落叶归根。但是我们客庄竹东希望别人是从家乡出发，因为我们的竹东拥有非常多的资源，那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后上音有一个平台、一个舞台，可以展现自己。那我们这一次的晚会也有邀请我们草根音乐季的这个表演团队之外呢，那像是我们线上的有我们的王大文，哇，像是我们的也是竹东人的秀兰玛雅，是哦，也竹东人哦，哇，像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白安。关诗敏，然后我们的方炯斌等等。嘿，哇，鼓手很宽，这么多卡司齐聚我们的竹东哦。然后刚刚讲的草根音乐季，像是草根音乐季里面，培育了非常多优秀的歌手，比如说亚白妹为了表演的这个刘慧卿，对，她有竹东女儿的名称。嘿，她是竹东的女儿后嫁去我们的台中，然后其实她也是今年度后来回到我们的竹东，是以我们的客家新传师的身份。回到我们的竹东，告爱到竹东来声音后说故事，用客语说故事，那也是来参加我们的草根音乐季。那其实他的故事呢，也是感动了非常多的竹东人。因为他的那首《妈妈老爱穷哈虫》那首歌，就是有一个传承的意味。对，那其实客家人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传承嘛。那他的女儿也会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跟他一起回来唱歌，跟他一起来 no 版染。有韩国家嘅某嘢咩黑松宝乐，嘿，对不对？所以这次他也是刘慧卿，她也是带着她的双胞胎，用好多舞台红冲山歌，冲歌哎。哇，有看过刘慧卿她唱歌的，吃到动感唔同，因为佢带人家嘅妹耶，然后唱出佢很细时节的心情，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妈妈老爱穷哈虫那首歌，它前面的几句歌词会按呢，细细嘅时节爱唱冲山歌，无嘛嘅为图书，丝毫冲山歌，有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音乐，但是你又觉得那是小时候的生活记忆。然后你看到妈妈带等声音呢，唱好多舞台风，韩国唱好多行嘅家乡，做东冲亚到山歌，是不是就觉得好感动哦？而且就是会被那个氛围渲染的感觉，而且刚好松宝乱又呼应今年11届，对不对？所以鼓手就让这个活动更加的符合这个11届圆圆满满双胞胎双双对对的感觉。韩国除了 Annie 都在谈到这个山歌王，还有都在谈到我们草根音乐季出来的刘慧卿加的唱歌的音乐，其实还有一张同客家动相关的，就是 Annie 的客家戏曲。Annie 客家戏曲懂的这种，我们曾在客家电视有看到我们的客家大戏，但是这是在竹东而演出来，不是客家大戏哦，它是什么？像我哋嘅客家戏曲，好用我哋嘅客家台戏，我哋
讲解客家戏戏。客家戏戏是应该就改三角采茶，我们的三角采茶。那它的方式呢，是用比较诙谐、比较幽默的方式，然后应该就希望后透过这个客家戏戏的方式后，来吸引更多的非客族群来认识我们这个客家戏剧。那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精华嘛，像我们的客家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客家的一些生活的笑话，都会在这个客家小戏里面来做一个呈现。对，鼓手三角采茶真的就是3个角色在舞台上面，它就是有乐师啊，然后什么一丑二旦这种组合。对，鼓手你董家 P 都 No Boy 看到很多表演的活动啊，它可能是主舞台是表演演唱会，但是旁边有一个小舞台用了表演哈嘎 HQ。这一次的活动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一次是让我们的这个客家戏戏，我们的三角采茶，也在我们的主舞台上面来做一个展演。因为我们其实不能遗忘我们的这个客家的这个生活智慧，客家的这个戏剧，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所以我们在主舞台上面来进行展演。跟亚拜这个客家三角采茶有唱都会团队，嘿那边也团队来表演。我们一个客家新传协会的那个里面的乐师，还有我们的里面的一个演员，然后来进行展演。鼓手啊，其实这个客家三角采茶，它都是走比较诙谐的路线，比较有趣的路线。刚刚俊祥有跟大家讲，就是它有丑角的部分，所以想必这个活动非常的诙谐，非常的有趣，大家可以在主舞台欣赏到优质的客家三角采茶戏哦。还有啊，这次的活动啊，你以为结束了吗？不止这样哦，唔单枪案呢，新年就是要有新希望。大家在2017年、2016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哇 ，Happy New Year， 互相拥抱彼此啊，那就要许下新年的新希望。今年大家如果有新年新希望的话，活动也可以提供让你许愿的地方哦，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明日许愿墙吼，希望吼大家是一面墙，好，希望大家吼走到我们的现场，将我们对于我们明年的希望，不管我们2016年我们今年过得怎么样，我们希望明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一个美好的开始，对，那也希望来到现场的大家呢，能够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以贴在我们的这个明日许愿墙上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美梦成真，不用怕贴不下，因为有一面墙，贴这么多，一面墙让你随便贴。那自己准备纸笔吗？我们都会现场都有，对不对？好，现场一下两个烟梦，你的新年新希望就可以贴到我们的许愿墙喽。好，那既然2016年的竹东扮演节有按到后了哎，那其实啊，大家如果就是下午再开始参加活动啊，我觉得上午好像有一点空，或者是跨完年之后可能会待在竹东，那隔天可能也会在竹东一带来有料啊，对不对？所以我想要请俊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身为在地的竹东人，你要不要推荐大家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来大家去行聊聊哎？其实后来到竹东可以完全的体验我们这个客家人的生活。那其实来到我们的竹东，有我们的文化的景点，好像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之后，那就只有我们的林业展示馆啊。对。那其实林业对于客家人来讲，对于竹东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到这个林业展示馆，可以来体验我们以前的这个林业的生活之外呢，最重要的可以到我们的中央市场，里面费冲豆改的客家的美食，超好逛的，对不对？那个中央市场非常的厉害哦，它的年产值有12到18亿这么多，所以非常吸引大家，所以在这边就可以邀请大家走在应该就改中央市场来逛，来吃我们的客家美食。真的没错，其实雅哈这里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包括动漫园区，其实也可以去走一走，对不对？去年还用那个皮卡丘，对，非常红的皮卡丘，对不对？然后大家2016年做得去竹东来撩，还够做得待到竹东，隔天再去竹东其他地方。好，7米1分钟的时间，再跟同大家来讲一遍亚拜时间的讯息，活动讯息。
好，我哋嘅法堂吼係12月31號吼，下晝跳3點半到我哋嘅5點半，好，然後我哋嘅晚上嘅7點到我們的凌晨的12點30分，到我哋嘅主動嘅仁愛停車場，用我哋嘅紀念第11屆的嘅主動客家百年節，資料後分讓大家來參加我哋嘅法堂。好，歡迎大家去到主動來參加哦。今日謝謝俊祥來到節目現場，謝謝。謝謝。每晨問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停停運動，欣賞做運動。